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嚟到紅燈區。上個賽馬日呢，就經歷呢個慘敗。機械之星啊、機械騎士啊、彭越、文家良啲馬就全部冇。我都嫌自己開始啲片太累贅，所以想回歸翻原點。咁就會簡單講解啲即係重心馬就算啦。喺講呢個節目頻道開始之前呢，希望大家可以 comment、share、like 同埋掃咗下角嘅 QR code。我哋而家節目開始啦。個重心推介呢，我就集中喺第一場、第三場、五場同六場嘅。一場呢，嗰隻鼓浪高升呢，上次有推介過，咁就跑第尾嘅，咁就落班，佢係上次係跑個跑法專登，我覺得係專登啦，就跑唔適合個跑法，後上馬呢隻絕對唔係後上馬嚟嘅。而家去四檔又強配霍雲星，我搏去放頭一放到底啦。伍彭志同霍雲星好中意食頭糊嘅。跟住我嘅推介就第三場，都係2號暴風雷，又係伍彭志。1800米呢就唔怕太後嘅，因為呢隻本身都追追地馬嚟嘅，12檔。你成懶嘅話，可以重批嘅，我覺得呢隻。但當然你睇翻潘頓首映啦。其實暴風雷呢兩次出賽都試過閘先出嚟嘅，我覺得佢狀態有。佢嘅對手呢，分別就係上次喺沙田1800米，唔係包 Q 嘅，因為好似係又係伍彭志嗰隻放頭馬嚟嘅，唔記得咗邊隻啦。跟住型到爆就輸個鼻位第二，跟住龍澤飛區輸俾型到爆。嗰場係龍澤飛區唔知點解唔放頭俾另一隻馬去放頭嘅，跟住結果第三。所以如果大家可以買單 T 就260咯，我覺得係呢三隻都不去付。第五場就會推介隻猛將興啦，就試咗3課閘先出嚟嘅。大衛希斯轉倉黎超升，我諗佢會搏嗱聲交代。六場就尤達榮，又係嗌到嗱隻馬鳳凰，上次追過嘅。上次馬鳳凰冇影賽後報告就話右腳失去咗個蹄鐵。我見佢試閘係幾靚嘅，只不過佢 win 馬咧就喺沙田，就係唔知佢喺跑馬地出唔出擊。如果成懶嘅話，咪拖佢一腳咯。好啊，我講到呢度啦，我哋去片啦。我先睇第一場鼓浪高升嘅試閘。呢課試閘大家睇過嘅。其實我中意隻輕馳千里嘅。鼓浪高升呢，我覺得其實能力上就冇姚日上咁犀利嘅，即係都係啲有缺點嘅馬啦。5班搏佢可以一放到底啦。你睇佢邊幾下有速度嘅，希望佢對手弱，就跑上嚟啦。跟住就暴風雷，兩課試閘，就第一課就係上次唔知1800輸俾客家之光之前嘅試閘嚟嘅。其實紫色衫嗰個呢，喺粉紅色衫後邊嗰個就暴風雷，其實摁下咁樣扮晒弱咁樣，其實阿潘頓一推騎呢就有反應嘅，所以就暴風雷我會覺得佢有咯，扮晒嘢啫。推幾下跟住又唔推，又拉翻住隻馬。1800米試12閘，一定俾你睇啦。跟住到11月25號課試閘，你見到我 mark 咗好多嘢嘅。其實又係中間紫色衫嗰個就暴風雷啦。你見到暴風雷喺出咗去之後啦，好似跟住隻綠色衫48分馬，即係天天更好。又係專登好似冇乜反應咁，但其實你基本上感受到佢根本就撳住喐下喐下咁樣。長途馬試12閘，跟住你睇呢度佢係湧上嚟嘅。其實基本上啲長途馬呢真係均速，你見到佢一推騎有反應呢，之後就睇氣量㗎啦。所以我覺得暴風雷 OK。當然如果你話有實績嘅。不過型到爆呢，就我覺得由沙田轉去跑馬地就有少少唔知佢心意係點啦。蘇偉賢
咁樣樣隻龍澤飛區就穩打穩紮嘅，即係如果大家覺得暴風雷太熱咧，而龍澤飛區較懶咧，可以買龍澤飛區 pace 較穩陣嘅。咁跟住就到萬象興啦，萬象興貨市集就10月嘅。咁樣中間嗰隻綠袖咧就係中環大興，之前直路集佢係拎第3嘅。咁啊後邊紅綠袖衫嗰個黃帽嗰個咧就係萬象興。咁你見到其實喺外檔兜大我個圈，然後基本上都冇得點喐咧，自動湧上咧，呢啲係我覺得似搖日上嗰啲勁馬方法嚟嘅。你見佢其實側邊嗰兩隻係咁拱，但係佢輕描淡寫，咁樣我覺得穩批就坐批望 win 咁樣咯。跟住唔信嘅，你再睇第二課市集。咁啊，依課市集咧，見到我 mark 低咗咧，其實中華威威咧，其實第一場有出嘅，不過個12檔咧，仲要夾呢個紀仁安10歲老馬，我唔知佢去唔去啊，因為太外檔啦，所以我唔敢買佢，太老啦。但係咁啱喺我見到又有隻萬象興，咁啊證明萬象興其實係出擊嘅，因為試咗好多課市集，唔出擊嘅點會試咁多市集啊？咁你見到佢雖然係明顯高分馬嚟嘅，咁佢輕鬆係緊㗎啦，但係即係輕鬆程度即係非常之靚咯，我覺得。所以如果佢即係成攬咧嗌到嗱，我覺得可以一買嘅。所以基本上就暴風雷啊、萬最興，我覺得係實力馬嚟嘅。咁跟住就到呢個第6場嘅馬鳳凰，呢個大家睇過啦。咁啊上次就冇咗提鐵，所以就跑輸啦。咁啊大家再睇呢課市集啦，以手到再來，中間嗰隻藍白就嗰個嚟做標準啦。基本上馬鳳凰係輕鬆到不得了。咁當然手到再來冇乜好似直路定係唔知咩賽贏咗嘅。咁樣希望大家會希望佢今次會贏啦。咁我就回歸初心啦，簡簡單單咁啊。首先嚟個孖寶5棚子啦，鼓浪高升2號搭隻2號嘅暴風雷，2100 win 2100 pay 10蚊，跟住就5場3號嗌到喇孖寶，就萬象興同埋6場2號馬鳳凰。咁如果大家中意玩 number 嘅，不妨1場3場6場買2號，3000入 win 3100 pay，可能有意外收穫。咁我覺得咁樣樣輕輕鬆鬆玩60蚊，個賠率又好分，即係又直博，好過係咁穿嚟穿去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我哋下個賽馬再見啦，祝各位贏多啲，拜拜。